強烈反對，9600蚊。原來係講緊外傭僱主要俾2年每個月400蚊嘅外傭稅啊！政府喺08年豁免徵收外傭稅，但係豁免期喺出年8月就屆滿啦。幾十個外傭僱主星期日下晝手持標語橫額，由金鐘港鐵站遊行到政府總部請願，要求永久撤銷外傭稅。有僱主認為政府徵收外傭稅對僱主唔公平，亦都唔合理。咁我真金白銀攞3000幾蚊出嚟請佢，跟住政府又話2年要俾9000幾蚊喎，即係雖然話400蚊一個月啫，但係增加咗我哋個負擔咯。即係你話我哋即係啲人又話喂，中產先有啲乜錢去請外傭，但係其實唔係咯，係因為我哋有需要有必要先去請咯。亦都有僱主認為唔少嘅外傭表現差，逼僱主俾代通資金炒佢哋，甚至呃埋僱主嘅機票錢，實際就繼續喺本港度揾嘢做。希望當局增設外傭試用期。好多都係1個月到就話自己話唔做噶啦，咁我覺得即係難聽啲講，咪變咗揾我哋僱主着數咯。即係我俾錢你人工，你幫我解決問題，我覺得 fair。但係佢都解決唔到問題，仲要俾多啲問題，我就覺得唔係咁好。佢哋向勞工及福利局代表遞交請願信之後就離開啦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。